西半山寶威閣坐落柏道上面，由2棟大廈組成，屬區內少數屋苑之一，兼享名校網嘅優勢。一街之隔，斜對面係聖士提反女子中學，呢一間學校仲有附屬小學同埋幼稚園添。寶威閣單位全部過千尺，冇窗台，實用率達到84%以上。全屋廳大房大，地方多，客廳特設闊窗，引入充足嘅日光。加上位處高層，俯瞰城市景，仲有些少維港海景添啊！寢區有走廊門分隔廳房，走廊上面就有儲物櫃收納日用品。3房就冇改動，內籠大，放丁字床，床邊床尾都有位剩。主人套房更加寬敞，擺多家具都冇問題。陶瓷呈長方形，用企缸保留空間感。而另一間細房就方向唔同，望隔籬嘅單位近樓景。廚房兩邊做櫃，盡頭有工人套房，內籠齊備。